来到了苗栗的造桥，南瓜的品质是1等1，香气浓郁，果肉鲜甜，拿来做成客家美味南瓜板，特别受到欢迎。因为南瓜有自然的甜味，所以做成了米食，清甜又爽口。感动时刻带您品尝。那像这一颗的话，现在这个地方干了，就是表示它的那个成熟度已经可以了，这个就可以。采起来食用了。黄橘色的果实结实累累，田里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南瓜。农民何金辉是造桥的南瓜达人，去年他的南瓜可是抱走了特等奖。他的南瓜长相端正，又香又甜，因为每个南瓜的底部都加上了保丽龙板，这就是他拿冠军的小秘诀。我跟他弄正来，第一个让它整个颜色会均匀。下雨的时间很长的话，它底部才不会腐烂。橘皮的是东升南瓜，甜度高，口感很像栗子；而绿皮的是一品南瓜，香气浓，香 Q 的程度没话说。南瓜入菜，香甜又养生，而2种品种的南瓜刨成丝，混在一起做成南瓜板，就能够兼具香气还有口感。先把再来米磨成粉，加水调成米浆，这样就能够和南瓜搭出绝妙圆舞曲。磨的时候水不能加太多，要有这种浓稠的粘度。绞肉、香菇还有蒜头，先按照顺序爆香，接着再把南瓜丝一起放进锅内，加入1000 CC 的水焖煮，馅料就完成了。1斤的米搭配2斤的南瓜，按照这个比例做的南瓜板最美味。焖熟的南瓜内馅和到米浆当中，就可以进蒸笼。蒸上2个小时，就是香味扑鼻的南瓜板，这可是邻里街坊最爱的下午茶。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农会家政班的妈妈一口接一口，因为他们自制的南瓜板可以吃到绵密南瓜的清甜，还有浓郁的香气。在地的美味佳肴，民众在家也能 DIY 动手做，用浓郁的南瓜当主角，让客家米食满溢着独一无二的香气。东升甜，一品香，达人细心呵护，等待1斤嫩白，2斤橘红，热气蒸腾里成型客家南瓜板，品尝感动时刻。